中年好聲音3黃渤最終喺決賽奪得冠軍。喺最近一次傳媒採訪，黃渤話想入 TVB 長壽電視劇《愛回家》，想拍電視。黃渤在參賽過程中曾經講過，因為外形唔自信，而一度放棄了唱歌夢想。而家睇嚟，自信心返晒嚟喎，唔單止敢在幕前唱歌，而不是以前的幕後助唱，而係想直接在高清鏡頭下挑戰演技，仲渴望在全港觀眾夜晚食飯時間曝光幕前。認真夠膽，未經過，完全放低咗自覺外形不佳的包袱。講真，我就比較少睇《愛回家》呢個電視節目，大劉係《愛回家》的忠實粉絲嚟個，唔知大劉期唔期待睇黃渤呢？星夢嘅何晉樂和姚焯菲已經入咗《愛回家》，中年好聲音2的譚輝智已經入咗《愛回家》，李金海和劉洋又話想入《愛回家》，中年好聲音1的周吉佩又話過想入《愛回家》，睇嚟參加歌唱比賽者，依家係爭崩頭的想入《愛回家》做戲喎，係《愛回家》拍戲真係有咁好咩？曾經做過《愛回家》細龍紳的鄭世豪，踢垃圾桶個個呢？鄭世豪也是參加歌唱比賽，入咗娛樂圈，多年來歌唱事業未見起色。不過，曾經就係《愛回家》都算做咗一個重要角色。正當鄭世豪做緊《愛回家》的一個重要角色時，一班參加中年好聲音啲歌手搶晒娛樂圈的風頭，連資深藝人魯振順都埋怨被中年好聲音班友仔搶晒工作機會。鄭世豪見到呢班中年好聲音炒得紅紅火火，鄭世豪唱功都好好個，卻在大台多年都揾唔返自己，無法延續音樂夢，於是鄭世豪毅然放棄細龍紳呢個角色，放棄愛回家，回返自由身，繼續追尋音樂夢。同中年好聲音一班歌手來睇，真係形成咗一個好大嘅反差。同是音樂夢，有人為咗追夢，但卻想入愛回家，想拍戲；有人為咗追夢，放棄愛回家，放棄拍戲，係咪好矛盾呢？所以人生都係嗰一句，你睇我好，我睇你好嘅啫，唔使行隔離啦。最緊要做返好自己，勿忘初心就夠啦。